咱就会形成吼，咱伫其他的课程吼，拢要会教吼。即节课是咱的台语概论是上基本的。咱今仔日要学啥？要甲准用老师请教的就是咱的台语数字法。伊会甲咱讲吼，信望爱的数字法吼，伊的历史吼，伊当初是安怎做出来？今仔日吼，这真正是社会贡献啦吼。若无最少无迄个丢落吼，其实咱无即套数字法。恁即摆拍字袂遮方便，吼，是不是？吼恁可能会想讲吼。凡说咱个会当用教育部的，你敢知影教育部的共款甲信望爱有关系？这历史吼，等一个迄个丢落拢会讲，互大家了解，吼，对，所以咱大家平安，大家平安，有客人无？大家个啊，有无？今年才会有客语，要袂有客语。所以咱这属于台语客语，咱两个，这两个拢是台湾的母语哦，这属实话，要拍台语、拍客语拢会使。咁而家拢无客人，客人则袂讲伊客人，我嘛感觉足奇怪。哦，OK， 好，这个台语信望爱网站，捌去的人请举手。一个，哎呀有有无？太勇敢嘞！你爱互我知影，若无我拢会加讲的啦。因为时间无够吼，所以我会讲足济。啊，你若知影，我就免讲讲啊。啊。拄则无讲着，迄个叫落对巴士转来，伊调到为咱的下吼，转来咱讲一解讲。OK， 这个台语信望爱就是咱要目前咱台语的网站，不止全的啦吼，你所有工具拢有，所有有影音啊，佫有教材，迄教材拢有迄个会当我有时间的时，我会小可紹介一下，恁会足好用啦吼。第一，咱入去的时阵，遮倒边有，你有看无？安怎写啥？请照你的需要入去。你若要用台罗，咱拢教台罗还是教白话字？两个拢教。两个拢有，但是你也是教台罗。好，教台罗吼。你也要教白话字。台罗就是教育部的台罗版，咱若要看内底物件，伊所有的拢会用台罗互咱读啦吼。OK， 咱来去台罗入去吼。我卡是有台罗。OK， 伊的经验就是安尼。中央即个就是台语工具啦吼，这个。OK， 台语工具，咱今仔要讲的数字法就是遮，你的电脑已经安装已经伫拍的人请举手。拢有啦，所以免想讲啦吼。我讲一寡恁遐毋知影吼，迄个妹甲角吼。因为是我一手开发，我真清楚。有的人毋知影啦，嘛理解我无需要。事实上是真重要啦吼。咱接去了后，伊才有咱的电脑的逐种型无共嘛吼，甲伊的升级问题吼。即摆就是讲咱迄个Mac 就是迄个苹果的嘛是会使啦吼。你爱选甲你共款的吼，你著汉语版。咱大部拢用汉语版啦吼，外国也用英文版吼。伊这有分32位元甲64位元，知影这区别的人请举手。知影无？毋知影我来讲啦吼。以前你做电脑，你做的时拢做一个工课嘛。即摆的人吼，足一心双用三用吼。你要同时伫电脑做2项以上的工课。你就爱选64位元啦，即摆新的电脑大部分64位元啦吼。伊就是讲有2条高速公路，你做2项有两条卡通啦，吼。你若30位元贵电脑，就是你要做2项足困难的啦，吼。我知影即摆的少年愈来愈侪做愈，同时会当要做几啊项代志哦。OK， 所以你若选对一个，你就64位元。转入去，恁已经拢会晓安装啦，我想来啦吼，莫着讲。只有即个说明书有看的人请举手，有读说明书，无等老师讲较紧。咱爱学看说明书啦，包括我在内吼，你车买来尔，就甲驶吼，驶咧，迄个排档放毋着，伊袂发就是袂发咯。叫警察来讲，甲翻落来就会发啦吼。所以咱说明书一定爱读啦吼，咱读啦无够的时阵，下口有一个影音的实地说明，这有去看过的人请举手。这一定爱看的，迄内底你要安怎输入要所用的要点，
内底讲啊足详细啦吼。啊，我今仔日我会拨大家知影一下安尼尔吼。这个影音说明诶，就伊遮有吼，上面电池迄个复古诶，爱下骹就是 Windows 诶吼 ，Windows 拢有足济。哦，要安怎数字要安怎制定词库，哦，啊要安怎拍 Ruby 吼，即摆咱今仔送大家即本册就是用 Ruby 诶吼，啊 Ruby 就是汉字面顶挂咱诶罗马字嘛吼，啊迄个，所以恁即个学会了用即本你就来照咧拍，啊你照迄个罗马字拍，啊汉字会出来无？啊你若拍对，伊就会出来；拍毋对，伊袂出来啊，哦，只要恁有时间的时阵，有哪看啦吼。OK， 说明书会当看遮的吼。啊，咱安装好了后，即摆佫一个问题就是讲，生意人要趁钱，一直甲你更新哦。即Microsoft 即Win10 装 Win10 的人才举手 ，Win7。哦，恁若即部这个 Win10，有人装 Win Vista 无？上新的啦。我即台上新的哦，迄天转来先电脑歹去，啊随便咧，啊结果我咧想讲，我伫以前咧装拢无问题哦。啊，即个 Win Vista 即版上新的哦，你若装落第一届的时阵，伊会甲你讲，你这会破坏你的电脑哦，你敢要装啦？哦，你第一届讲我一定要装哦，这我知影嘛哦，你一定要装。啊，装落了会正常出来，但是你拍字的时阵，一直出来迄个，请你修正，请你修正啦。哦，就是讲你即个数字啦，爱修正就对啦。啊，我就是讲足烦的啦，啊，甲试一下 ，OK， 哇，迄个数字煞变日文嘞，哦，煞变日文嘞。啊，了后我日文刚才调要搁装，伊就拢无法装啊啦，已经捌啦，捌即个你甲我偷装吼，莫搁说咧偷装吼，所以即个伊歹我装啦。啊，歹我装我就开始就安怎嘛袂晓拍的，咯，就系啊，我的 Facebook 面顶就写讲。用英语写啦，我就无法度用台语写吼，啊所以啊就有人就提出问题哦。咱台湾即马少年囡仔伊家己为网参学台语，学会了，恁的手机有用拍台语的请举手。哇，大家有吼，迄个5个米，迄个5个米，即个问题是台湾迄个电脑上用的啦吼。我真早就甲伊熟悉，因为伊要拍书字，我一定爱来我的书库，我足侪书库的嘛，哦，啊即个数字法就是讲，你思考愈济，会愈好拍啦，就拢会愈有嘛吼。啊，但是咱用这个数字法，咱台语迄了，咱尽量把波波摆在一边啦吼，唔好去联想，马上就想伊遐叫。你要要拍汉字，就用波拍吼，迄唔好啦吼，啊，甲老师啦发现迄了吼，爱小可甲指正咧。你一定一规个思考爱用台语的，啊，你拍的时阵才袂乱去啦。啊，就讲你这台路，咱这数字法上好就是讲，你台路也是标字拍，你敢若 output 输出的所在，你甲设定哦。我先讲这个设定的部分哦，这设定足对啦。哦，这有一个设定有设定，第一个。你要主要拍汉字的时阵，汉字掺罗马字的时阵，因为汉字出现的机会较济，所以你就选第一个。哦，啊，第一个就是讲你拍落的时阵，伊有汉字后壁有罗马字嘛。你若想要改罗马字的时阵，你就来试 Shift， 再去试第几号啦。哦，这个设定的部分咯。啊，过来你若选下骹要拍罗马字，就是罗马字会做头前会直直起嚟啊，较紧。哦。啊，这个下骹有过一个全罗模式，这落去了后，咱这个数字法上强的就是讲，咱拍不管拍几字哦，你设定的头一字，每一个音的头一个字，啊，伊就当出来啦。哦，这个啊，即摆以前是干那汉字会使，啊，即摆你若点这个落，你要拍罗马字，共款会有法度安尼啦吼。啊，过来，即个阮的一般拢无教这牌哦，上爱甲因讲啦。迄个教育部的台罗拼音方案，伊有一个正式版。恁伫学即个 OO， 也是 NN， 这叫做正式版。迄当时因电脑袂晓拍迄个
无用力扣，袂晓拍迄个小黑桌面顶，袂晓拍乌骨一点，哦，啊伊足惨的，就是讲你人袂晓，爱教电脑会晓才对，敢毋是？伊毋是哦，伊电脑袂晓，我来教人的，所以迄个乌骨一点调子足水的伫遐，爱甲你创个乌啦吼，恁话是讲你讲天啊是就我出问题啦吼，这无要紧，这咱知影讲这两个无共的所在伫倒位，哦，啊你即摆拍迄个伊正式版以外，因有迄个迄当时因伫讨论的时阵，哦，咱是李庆华教授不止啊，要求讲一定着咱白话是原来乌骨一点，片工因伫面顶即个爱保留。这个叫做传统版，哦，所以咱这个设定内底有一个传统版有无？哦，正式版来源的罗马字，伊怎样？简介来台罗，你若选台罗的时阵哦，下骹有一个台罗，迄个简字，台罗的款式 ，OK， 使用迄个。像第二个落迄个就是你要乌骨一点的时，用这个点缀落，你拍的时伊会用传统版互你啦。迄个字足水的。这个白话字是传教士外国人要来台湾，迄当时伫厦门，伊感觉讲汉字足歹学的，吼，所以伊用家教即套，大家嘛拢都会晓读圣经安尼，较大本圣经用白字拢会晓读嘛。因这是根据因国际的迄个语言的表音的迄个规则，哦，所以伊原则就是一个符号，就是一个音尔啦。袂讲即马乌骨一点，伊甲你用乌，就两个字啊嘛，敢毋是？哦，迄违反迄个国际的迄个法律的原则。所以咱台语总共有 ABCD 有17字尔哦，其实乌骨一点18个嘛。这个我就甲咱所有的台语拢甲发出来吼。其他腔口有人洛江腔嘛，爱到叫个。即摆嘛拢会使拍吼，所以我建议讲，咱要用台罗的时，尽量用台罗传统版啦。哦，传统版较好啦。因教育部就家己创咧讲伊个因拢袂记老母写做啥物版，我甲你袂记。甚至伊个书字话，伊无法度用白话字拍啦。伊就干那讲伊个尔，其实伊个数字话，迄个写个人已经出国啊，即摆电脑一直更新啊，伊无法度更新啊，伊即摆袂紧张啊。咱希望系咱即个数字话，咱一直拢保持。哦，我甲伊记得讲，阮交到朋友嘛，常常拢斗阵啊，所以拜斗要改。像我即摆要改迄个3.4版吼，就是希望会当克服 Windows 10、Windows Vista 这个问题啦。无咱是以前做的先是 Windows 7足好用的啦吼。Windows 10有敢若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咱伫遮有哦，这下骹有一个设计即个，哦，倒面你要设计即个，用咱的输入法拍袂入去啦。哦，所以你爱用 Word 内底，也是拍伫什么所在，你拍好了，甲 copy 就会入去啦。咱嘛是有解决的方法，毋是无啦吼。拄则讲迄个 Windows Vista 迄个，因就无咧装啊嘛吼。但是有一个方法就是吴希美看到我去透过就来讲，你该用做相容模式。咱知影相容模式，就是讲伊迄个 Microsoft 虽然讲为着要趁钱哦，但是我小有良心啦。你以前用 Windows 7啦，你用的软体来我遮 Windows Vista 袂用，这嘛无合理嘛。所以你要用相容模式甲设定 Windows 7即个设定好了了，拖入来即个 Windows Vista， 哦，这嘛是会当解决啦，是目前还未正式好的时阵会当解决的。所以互咱知影讲，电脑咱对电脑的进步，这嘛足重啊！伊愈进步，咱会做愈侪代志。OK， 讲到遮有啥问题无？我会讲伤紧啊袂？无啦吼，我知影即摆少年拢比我较巧，我今年74岁啊吼，所以电脑袂晓拢问少年来解决咯，一个就解决的。哦，即个
啊，搁拄则设定的部分哦，你波，你嘛拍无，即个字永远就无违反嘛吼。但是咱有一个叫自定词库，有自定词库的写个就有利用啊。啊，无吼，叫我用我给你讲。即个字。我先讲即个字形哦，你莫搁数波，永远拢遐细字个，就是，永远拢字面字足歹看。你来看咱会当改字形哦，设定的有影。咱这设定哦，你若甲点落了，会走伫下骹遮即个符号吼，因为你直试，我已经就出来，你还搁试啦，我拄则是安尼吼，啊，就是即个你甲点落了，自定词库内底有一个。选字窗字形，就是你要选的时，迄个字形，咱会使改吼。你只甲点即个，你会使选你介意的字形。哦，我感觉迄个标楷字足好诶。哦，啊，我会使选18，因为我知影我会老，咱就一工嘛会老，会老坏诶嘛，敢毋是？哦，咱咧准备好，所以这个上大会当到72啊。哦。上大咱72写字是伤大来的，就是照伊规定的72吼。哦，你甲确定了后，啊，咱要拍时，我拄则你讲我拍中教台拍32尔吼，中教台这就是自定词库。哦，你个地址吼，我定来袂记，定来问，啊，甲伊免讲问啦吼。所以你中教内地，你我有感觉足大机会啊，实际吼无咁大机哦，我袂记你是确定的，所以迄个停留伫迄个，啊定这个我选好了72了，已经确定了，哎，你是确定了哦，你设定了，拢爱是确定哦。中教台。哦，遐大了嘛，所以你看，弱势盲风有诶弱势的人吼，内底拢要我着看，所以这就是讲，咱开发这个吼，因为是我个人爱为一直爱拍这事业啊，我一直哦，所以我感觉有需要，咱会叫伊创啦。所以我要拍咱的地址，就中教台只大概吼，要调物件，要叫啥，就遮就出来，你就定定你拍，你甲设定好势。反正是中山医啊，台语的甲三语台语人啊，我拢教因咯。你要写情书嘛？啊，写情书哦，你要逐工写啊。啊，逐工写上好嘛，我无一礼拜可能就袂去哩啊。你一礼拜无拜几样写，你创一个有拍咧，还得规个拢好写啊。这自定词库就是讲你定定用的，还是拍无的。哦，拍无的就讲因哦。因以前无嘛，哦，啊，即摆有啊啦，吼，啊无的时你甲自定词库甲设定落，啊袂当啊吼，啊自定词库的时阵，伫即个所在设定的有影吼，哦，才有一个自定词库无，啊你选台语哦嘿，无去选客语，客语咧拍到尾，台语会拍无，伊这会当分啊，你一定要选好势哦。迄一个年纪较大的，你较教，你讲啊，我这拍人拍袂出来，结果伊去人选你客语去哦。台语遮哦，像这拢是我设定的嘛吼。像咱的教授听准元教授，我若定定咧拍时阵，哦，第一字是 TH 听嘛，哦，听迄个听准元准甲发甲元。过来即个自定词库吼，你毋免，你当然拍愈就会拍愈少愈好，会愈紧啦吼。所以咱迄个 CH， 你自定词库的时阵 ，CH 会使用字代替啊。所以我才用字尔吼 ，TH 字哦啊原字嘛，啊 CHH 三字啊，你毋免拍三字，拍用 C 代替。所以伫你的自定词库内底，你会当愈减少时间愈好。哦，以后即摆地铁爆炸的时代哦，你速度愈紧会愈好啦。啊，我以前就拢换了拢追求紧哦，我的个性拢追求紧哦。啊，要做代志一定爱创功夫，
啊，所以我要做足侪代志的时阵，迄个信物来伊拢会开我足侪工夫啦吼。啊，有时间的时候，我会有咱甲大家分享，一定要教恁少年的啦。啊，无看74岁啊吼，啊，希望咱认真学哦。你个学了啊，你会使个传落你后代。这个制定词句，你定落了后，永永远远你的囝仔孙孙都还会共款会使用啦。哦，啊，有人讲啊，咱是有影，迄叫做一劳永逸啦吼。你做一届，啊，就会当用足济啊。哦，听准话有无？哦，甲导航主义共款咯，伊就是导航主义拢第一句嘛。哦 ，OK。哦，啊，你试咧，你即摆就是讲，互你选的时阵，伫头前，你直接会当试 space 试 enter， 直接去，毋免去选一啦。伫第一个先免选，即个时间拢会当设起来吼，伊自动会当判断。哦，啊，你第二、第三再选吼，所以这会记了的啊。哦，咱会去即摆时代哦，是愈紧再赢人啦吼。啊无你愈慢会输咱哦。歹讲数字啊，是啊，好一日开发愈紧的时阵，伊才有法趁遐侪钱啊，再赢人啦。啊，制定词句的创法吼，你只创了了，你设定你老拍创制定词句了，伊这个制定词句就会出来。哦，这个就是伫这个认定，你拄开始的时阵哦，伊就是拢无啦，这是拢我甲你记落嘛吼，拢无，但是伊有敢若有头前甲上尾啊 end， 迄叫做控制码啦。你莫去啊顶头诶，你顶头诶就是软体要，互你做这制定词句的软体，你莫去顶头，你顶头落尔会共款就拍袂出来哦。迄一个嘛无拄好去甲 end 创掉伊吼，即个 end。迄个一个年纪较大，到16岁哦，伊去创掉的，啊来讲啊，咱拢拍无去啊，啊计啊一下开开看讲，哎，伊去无拄好去甲演咯，创掉。所以我建议咱要创的时哦，就是讲创伫即个下骹甲演的中间拢会使，哦。啊，即个你上好是控较侪位咧吼，较清楚咧，毋好去乱去厝啊，你都无倒去开毋着位哦。像即个所在，你先拍到底，咱会记你着数码。每一支的数码，伊的数码你若有 H 有轻正，你共我来拍啦吼。你像你讲你是 T， 我这先创盈利的先来拍盈利的所在。OK，T 一嘛。你是啥？我你拍，你也拍，啊，你该拍你的汉字尔，我就难 T 的，我迄个。我这去创罗马字个，无要紧，你先创罗马字嘛。你第一字吼，你的名爱大写，所以你第一字就爱大写。好，然后给，第七啦，你看，啊是，我起来你先拍罗马字个名，我紧。第一字嘛，共我大写嘞。用是迄个 page start。哦，你要跳行的时阵用 page start。page start 你知道？这 page start 来着 ，OK， 过来1嘛5嘛，啊，0 OK。LENG， 哦，你啊听啦，因为我即摆在是，我的阿婆就是拍，这个。OK， 好，多谢，无要紧，我提给你着。我拄则设定做较乱去哦，煞袂记。这个，这个大概都正来着考。我即摆拢拍汉字咯，爱拍这个。所以伊主要设定拢台罗嘛吼，你拍的时拢会台罗会出来。所以你要拍什么话，你若要爱台罗，你就选台罗。output 的位啊，伫迄个输出，你就选台罗；啊，你若要标字，你就选标字吼。因为即摆迄当时设定的时阵，台罗足强的啊吼，啊，所以伊 default 预定的时阵，你装落了，伊是伫台罗啦，你就免去改啊吼。啊，你要标字的时阵，一定爱来遮改吼，来设定的位啊改做标字吼。所以我即摆0
L-E-N-20嘛吼。你是拄啊第二个。这个第二嘛？个。哦。你要拍白话字的名，还是迄个？我是建议恁两项拢甲建立吼。等。OK。所以你即摆即个创好了，安尼就是讲，你要拍入去个 input 的，迄个字的罗马字的第一字啊，首字啦吼。安尼这是原则啦。啊，你要安怎由在你啦吼，你要用 A 还是 B 由在你。但是你即个原则爱共款，你甲即个数字原你走袂去。哦，啊无你后代嘛行会袂去啊。啊，所以咱拢原则中制定词库照即个咱的即个拍字的规则安尼吼。所以 TIL 你才甲设定了。哦，咱来加一个小点啦，我想讲我小点是 S 字就小点啊。OK， 到底讲很久嘞。310，有无？就出来哦，单字第一字哦。哦，就是遐简单。哦。啊，因为即个你袂要汉字罗马字哦，即摆后壁有罗马字的，就是以前内定本来有的词库啦。啊，你若无的时阵，制定词库就是爱汉字甲罗马字爱分开，爱做两个啦。啊，到时你要选罗马字，也是迄个汉字，就在你选安尼哦。啊，即个设定，我想卖遐道理，用这哦。哦，这两个确定拢爱齐哦，我才有效嘿。OK， 这主要我这制定词库是咱这个数字我上特别的啦吼，别人无的吼，所以希望大家用啦吼。啊，甲你要写作业啊，要写定定去写字，你拢甲制定词库，以后容易，啊，我要拍会足紧的吼。所以我即摆定要叫大陆的比赛哦。咱这个数字向波挑战啦吼，咱来拍写较紧啦，还一直无闲哦。啊，有一天哦，希望会当有影来正式来挑战看卖啊。哦，我会较紧，也是较慢哦。像讲教会即摆伊要做牧师，一定要经过这个考试，一定要用这个数字法拍迄个工就够啦吼。啊，伊爱考一个就是讲，阮基督教有迄个基督教会友无？咱遮有人基督教，我记啦。咱这主的祈祷文就是讲耶稣教咱要做基督教要安怎祈祷的啦。啊，这个伫基督教内底上重要，所以因每一个迄个要做牧师，一定爱会晓台语的这主导文啦吼。啊，因咧亲爱因都叫我先去教，我就甲讲，你著拍主导文吼，安尼，一个就出来吼。哦，啊，伊即摆要啦，伊考试吼，即摆考试该一定爱用笔写啦吼，袂使用电脑，主导文3字就出来。所以你定定你用诶，哦，拢会当安尼甲设定落哦。啊，就讲迄个，我若白话字主导文吼，加一个伊就是白话字出来。啊，Microsoft 毋知影啥物原因哦，迄个无够，拢会断两截啊。只好就讲迄个主导文白话字嘛吼。安尼甲接落啦吼，一字啦吼，所以你若用恁的脑筋、恁的方法、恁的逻辑去做即个款的字典词库啦。好，讲到遮有问题无？真困难啊？有无？所以恁要写作业，要创啥的哦 ？Facebook 即马大家拢靠足够咧，你用台语写起哦，啊内晓用白话字写，按赞的人会特别济啦吼。我台直直按赞，遮台语人足爱看即个咱台语咱的话啦吼。啊，即个语言本来是先讲话嘛吼，啊是用迄个文字符号来斗嘛。哦，啊咱的祖先较歹有去拄着汉字吼，啊用的足困难的来斗甲咱遮无啥啥，啊遮大人有发现安尼。啊，所以咱有即个世界通用即个罗马字，哦，
即摆已經敢若90幾個國家攏用這羅馬字啦。哦，像種土耳其，伊是迄個咧回教國家，伊以前攏用回文嘛吼，回文寫。啊，伊現在嘛攏改羅馬字啊。哦，像講東南亞足濟語言攏新起來攏改羅馬字，這是世界目前上好的啦。啊，所有的語言攏開始攏象形文字啊。哦，你英語嘛是嘛攏有象形文字啊。啊，就是汉字，中國人就講伊足老的。啊，不求上進，不求改進，永遠停留伫迄個象形文字，伊無改做阿法贝的字母啦。啊，你字母就当解决足侪问题啊嘛，敢是？免啊，写甲你迄啰啰，除非屈准，恁知影？哦，心情即摆足屈准啊！啊，你去汉字，你看拍看卖啊，写看卖咧，写出来了已经屈准啦，写好了已经准。啊，你要拍迄个，用这输入啊，屈准哦，快我有用去内底，屈准无几句就出来啊，哦，所以就是讲，迄个鲁迅捌讲汉字不灭，中国必亡，捌听过即句话唱啊？有哦，哦，你去设许看卖哦，好，你读袂了，啊内底我发觉是讲。蒋介石嘛支持罗马字啦，吼，迄我足惊讶的哦，迄内底有一段写迄啦，诶，所以讲咱汉字，哦，咱已經受即個教育啊，不得不，咱就愛有漢字才會聽。啊，咱若有一天為着咱的子孫，哦，莫閣遐痛苦，哦，希望大家來盡量用羅馬字啦，照國際的即個處事。好，有問題無？啊，有好聽無？啊，聽着有趣味無？啊，有吼，有等於就愛練習，哦，你若練習的先對吼。所以今仔上咱這本冊，伊漢字面頂有羅馬字嘛，啊，你拍羅馬字的時，伊看漢字會出來，就表示就對啊，毋對啊。這個輸入法吼，嘛是你學習白話字的功夫啦。你知影恁袂曉的時，你會使把拍問號，伊會甲你講，你敢知？啊？你捌試過無？捌試過無 ？OK， 我試過你講，就講我第幾聲你毋知影，哦，你有啲知影國家就知影講 GOA， 啊第幾聲你毋知影啊？你甲拍問號啊？有無？伊的我所有的我攏會出來，哦，即擺我你就知影我第二聲嘛，敢毋是？我這數字數句想一個，所以我會走遐濟出來哦。恁遮一開始迄攏是一個兩個啦。啊！你袂使一個第一字問伊哦，你摕第一字才知影啥？第一字袂使問，剩下後壁較袂使問啦。誒，就講你我哥到底安怎吼？我你第一字一定較知啊，過來你毋知影就問。哦，所有的歌開頭的攏會出來啊。有無？我嘛感覺有啊。我出這個數據夠濟。14個，大家我吼，所以就是講有字做頭前咧，伊攏會印得出來。啊，你來去找講，啊，你我，我，哦，你做找我後壁，你就知影迄個 GOA 啦吼。啊，我遮爾拍白字，你若拍迄個教育部的吼。GUA 嘛吼，共款问号，共款会出来吼。因为我的输出设定是白话字，所以白话字啦。哦，你甲出一个款的教路的时，伊出来就是会教路。有无？有问题无？啊，老师拄则袂记讲嘛。迄个今仔日吼，我讲的吼。恁来写听演讲心得报告，靠1,000字左右啦吼。敢若讲要当做作业，老師來宣布。對。今仔日吼，這個陣容叫我提演講吼，你們有聽過嘛吼？請恁用台文哦，還用台語，就用希望來這套輸入法寫一篇迄個聽後的心得，好無？吼啊，做咱學習的成績其中好無？吼，所以大家愛詳細斟酌聽吼，袂曉的做你問。
对。后尾所以问，这是免问你问私字法。对对，这是所以你哪好好利用这个特性哦。对对对，即款就是咧甲你解法讲吼，迄有遐明明角角，有啥撇步处理袂较紧的，吼，对，所以你爱看看，迄个用即套数字法，毋通一直咧用注音嘛，伊较惯势还是注音嘛。OK， 所以老师会选一两篇来啦，我会替恁投报去教育公报社。啊，因有稿费啦吼，有稿费毋要紧哦。啊，我私人我会提供奖金啦吼，因为我才去推行一个叫做台语书写新运动啦。一般以前咯，台湾人咯世界上奇怪语言其实就无出口，个人啦吼。啊，你英语学甲超好诶，中华民国语学甲超好，我学一句嘛，我就甲学台语毋好啦。啊，就讲我会晓，我会晓讲，我会晓听就好啊。其实迄啥，迄嘛文盲咧。自然会晓的母语，听甲讲自然会晓，这个环境你自随讲啥就讲啥物话嘛，对。啊，读甲写一定爱学。美国囡仔嘛爱学 ABC， 敢毋是？啊是安怎台湾人免学台语的 ABC， 人因的 ABC 26字呢，咱18字尔。哦。这个足奇怪，啊，所以希望咱这代咱会当来改变，因为你一个文字你嘛无读甲写传袂落去啦，你知影？哦，啊，这伊动不动就一定拢爱用中华民国语写。啊，最近有通过一个法律叫做语言评定法，你知无？啊，我老师有甲因讲，我知影迄个何信兰老师一定强调，这个通过语言评定法。以前你讲台语，伊爱罚5角，罚1块才会。恁无即个经验，无即个痛苦啦。阮迄当时的时代，我足善的哦。我要哪有钱，好去打要5角。你无钱去扫便所。你这便所拢恁有工人咧做，以前的便所咱学生家己去扫啦。所以伫迄当时的时代，就是讲伊即个迄当时战后第二次战后，联合国成立嘛，敢毋是？联合国成立要先，伊有成立一个叫 UNESCO， 叫联合国，啥物科教文，啥物学院，科学教育啥会啊？啊，伊所有的会员拢给签字哦，我同意。内底规定讲，所有的统治者一定要用当地母语教育。咱的政府，国民党政府去甲人签，真甲就去人签，啊，转来了后，得变母语啦吼。这是历史上永远上大的罪人，对咱的母语来讲，客语来讲，原住民民语来讲，啊，联合国因是感觉讲这是世界共同的文化资产。咱的语言是一种文化，哦，一种民族，一种伊灵魂的表现，拢是靠这语言。啊，伊个统治者就是要甲你灭掉，要灭你即个族，所以甲你个母语灭掉，这种足可恶的。伫世界历史上，这是无应该安尼做的。啊，这渐咱台湾已经行入即个民主自由啊，哦，咱咪足辛苦伫我委员去定即个法，所以我以后你袂使强迫我讲国语啦。哦，迄台南市一个议员，阮厝个议员，伊宣誓的时要用伊个母语啊。本来伊嘛讲袂使啊，伊摕了法律出来讲是啊袂使。啊，你听无？你叫人来反对啊？你爱尊重人嘛，各种即个母语你爱尊重。哦，这族群在迄个和谐啦。所以咧，阮诶美国有一个做这个网站诶，叫台湾 US.net 台湾海外网哦，敢有人捌看？去台湾海外网看，免啦，你著到台湾看咯，免去看迄个网站吼。伊转来台湾，伊听讲，台湾进步足济，坐迄个坐运的时阵有4种语言嘛，哦，4种语言嘛。啊，内底讲了上歹是啥？是台语啊，伊台语拢凊彩讲的。客语要讲到不只食的找个人哦，哦。啊，所以讲，伊听了，伊感觉讲，即个族群要和谐，哦，一定爱大家语言互相尊重，哦。所以伊去伊伫纽约个台湾 Center， 伊开迄个台语校，叫我去教16期啊。
4种语言，台语、迄款诶无客语啊，英语，伫美国是台湾人是台语、英语，迄个因纽约国啊，不只一个日本人，日语，啊，搁一个就是国语，这4种语言。当时我用一套迄个系统，就喺伫网站面顶有我念诶介绍，我念伊会介绍即个网站内底做。啊，囝就是讲，大家来共同来读，你去客人庄，你一定去学客语，爱尊重当地，哦，你袂使讲我去遐我比你较大，我一定你爱学我诶话。所以外国传教士马介来台湾，伊嘛是用学台语啊。啊，对潮州囡仔学台语学了啊，伊就会当用台语宣教啊，大家才听会落。哦，所以这尊重我是足重要。啊，4个族群的人，纽约国这4种人足济，啊，大家互相学会晓，学会通，敢毋是就足好啊？嘛袂听讲，哎，你讲客语，敢你甲我骂咧，吼，所以。所以讲，如果咱加一个客语，就变5种语言啦，会当共同来学习。所以咱做语言，尤其台湾的语言嘛，佫足一种腔口。哦，咱台湾甲厦门共款，咱台湾是漳州人甲泉州人来台湾，台湾细细下巴蓝的变做台语嘛。哦，啊，有的人漳州、泉州也小可有偏迄个腔。哦，啊，尤其鹿港。宜兰，有宜兰人，会酸酸软软哦。所以讲，伊即个伊的腔口，咱互相爱尊重啦。袂使讲你讲这你听无，你另外讲我听有。像讲你讲毋对，哦，你来听人讲怪怪的腔口，你莫讲人毋对诶，你爱甲尊重，迄是伊的腔口。所以台式大词典迄当时就各种腔口拢有收入啊。这本词典是足好诶。好，所以我可能讲到遮，还是我休困者无？啊？休困10分钟啦，我无听到大家足久啦。啊，倒转来我来讲网络的资源哦，迄足丰富的资源哦。啊，恁两个拢会欢迎恁来参与啦。好，稍等休困10分钟。